上一集已經為大家介紹過鐵板燒十，有昭和時期嘅自家榮同埋福岡超人氣嘅拉麵店。今集繼續會帶大家去探索更多福岡嘅美食。喺新一集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先訂閱、分享同埋讚賞，你哋嘅支持係推動我日後最大嘅鼓勵。我係個 James，今日就係第二日星期六，而家咧我哋就出去食一間叫做諾伊斯嘅 cafe， 咁都係人氣店。星期六見到周街都係人，希望一陣唔使等位啦。咁呢間餐廳咧就食早餐都有 Benedict egg 啊，咁都好多嘢食嘅。呢間 cafe 喺 Tabelog 都有3.1分，網上口碑咧就極好，同埋服務態度非常友善。雖然咖啡個空間係唔大啊，但係室內嘅裝修就極具特色，可以創造一種現代感同埋活力嘅舒適空間。講講下就到咗餐廳嘅門口啦。原來呢間餐廳真係好細，只有7個座位左右，所以經常爆滿。服務員話可以訂位，但係需要日本嘅電話號碼。而家失望而回，因為呢個 Noise Cafe 咧就排隊都好多人，要等8個字。因為我哋今日咧都要趕住食完早餐咧去呢個北九州Outlet shopping。喺之後咧我哋就 search 去到一間 Mio 嗰度 cafe 嗰度食。咁呢間其實就冇早餐食嘅，佢係一間咖啡鋪，咁啊全部都係單點嘅，咁啊價錢可能就會有啲貴。另外套餐咧係唔包飲品嘅，如果跟餐叫一杯飲品咧就可以減50N。套餐選擇只有2款，就係火腿芝士同埋芥末蛋沙律三文治。佢三文治外層嘅做法啊就係用熱力壓力嘅方式烘焙，所以表面非常鬆脆，裏面芝士同埋蛋嘅餡料咧就非常濃郁。Dinner time。今晚我哋就訂咗一間平美商店食晚餐。呢一間呢係當地好平民化嘅燒魚商店。我哋喺天神西鐵站搭到去平美站，再行3到5分鐘到就可以到達。因為我哋個座位係被安排咗喺2樓，所以就拍攝唔到1樓煮烤魚嘅情況，所以只可以用互聯網嘅一啲片段嚟到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師傅企喺個爐邊，好熟練咁樣將一串串嘅活魚進行燒烤。店裏面亦融合咗最親民同埋最地道嘅氛圍，而呢一種感覺已經喺近10年極少喺旅遊區可以感受得到。今日預約咗呢間燒魚，呢間鋪頭真係好有親切感啊！我嚟預約晚飯咧，佢寫咗用手寫咗一張咁嘅祝福詞俾我。咁啊呢度係寫咧就話多謝你光臨本店，咁啊希望你有美好嘅一天，可以飲酒，咁啊感覺到非常親切，好有家庭式嘅 feel。我哋點咗一碟有5件時令嘅刺身，一條係而家最當造嘅秋刀魚，同埋我哋最中意食嘅起之翅。我哋叫咗一啲助酒菜，例如天婦羅姆蓉、火灼炸蝦仔，同埋雲鮮火腿扒。另外店家推介嘅日本清酒，咁我哋叫咗1盒嘅呢一隻酒。店家每日都提供5種最新鮮嘅 sashimi 給客人。每年9月到11月都係秋刀魚最肥美嘅季節，係最適合鹽燒或者刺身。加上今年海水溫度升高，所以秋刀魚係特別肥美同埋厚實，油脂非常豐富，同埋價格非常便宜添。起之翅又叫做大海嘅紅寶石，係日本高檔魚之一。鹽燒之後佢嘅魚皮非常之香脆，油脂亦好豐富。哇！真係要辣辣，夾起上嚟都出晒煙。嗰個油脂好正。我哋叫咗冇蓉天婦羅，一咬落口唔單止係脆，亦有好濃郁嘅菇味滲透出嚟。另外油炸乾蝦，外面燒得非常焦香，同清酒同埋燒灼非常匹配。真係好脆好味，好熱，真係得。
就 encore 咗2條燒魚，即炸細蝦啦。咁呢個雲鮮火腿扒同嗰啲鮮百合，好夠。呢一餐真係好食。好耐其實都冇喺日本食完之後有一種覺得好幸福、好滿足嘅感覺。大家有機會嘅記得一定要嚟啦。好，拜拜。差唔多我意思嘅。係。お腹いっぱいです。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The next day. 今日我帶大家搬去另外一間新嘅酒店，就係 The Royal Park Canvas。呢間酒店落成大概1年左右，佢位於喺博多市中洲區，距離中洲川端站只係行2分鐘左右，交通非常方便。酒店嘅概念係以九州自然療癒嘅主題，用咗大量九州木材嚟嘅設計，同埋加上好多藝術同埋九州元素嘅裝飾，盡量令客人感受到大自然嘅氣氛，可以喺都市煩囂鬧市當中，可以尋找到一個放鬆自然嘅空間。酒店3樓亦提供咗一個大型嘅浴場，雖然呢個浴池係人工加熱，但係希望可以使到每一個旅客有浸溫泉嘅舒適感。一打開個房門亦覺得呢個房間嘅空間都唔細，光線亦非常充足。廁所亦選用咗比較現代式嘅設計，感覺都好時尚。雖然係冇浴缸，但係都採用咗乾濕分離嘅設計。淋浴間嗰道門係採用咗鏡面嘅設計，就唔係一啲透明玻璃，咁樣就可以大大增加一啲個人嘅私隱。呢一個就係洗面盤啦，同埋鏡，同埋所有必須洗手間裏面嘅用品。去到外邊有個全身鏡啦，同埋一個開放式嘅衣櫃，同埋一啲基本房間嘅用品。咁啊，呢度一張雙人床都好舒服嘅。咁啊，呢度咧有隻大窗嘅，因為開頭咧就太陽曬，咁所以我就閂咗。咁而家我開俾你睇，但係始終嚟講，我覺得呢度西斜，所以就特別熱啲嘅呢間房。啱啱晏晝咧就曬到正一正，所以咧晏晝就特別熱啲嘅。咁就我哋可以睇下呢個 view 係對住個街景。喺酒店後面行過馬路，就可以到達到川端通商店街。呢條街喺福岡已經上咗100年歷史之一。佢另外一邊嘅盡頭就係摺田神社。呢條川端小路咧，就喺我哋 Canvas 嗰間酒店，其實行一個街我就到噶啦。成條小路都好多嘢食，好多嘢賣，同埋有不同嘅，譬如燒烤啊、鐵板燒啊、拉麵啊，同埋好多燒肉啊、居酒屋都有嘅。商店街全長約400公尺，但係已經超過100間嘅店鋪。除咗美食之外，仲有好多嘅和果子店、日本餐廳、雜貨、服飾同埋藥妝，包羅萬有。咁我哋啱啱行完呢條川端通，行到盡頭就已經係摺田神社啦。一間以博多食地雞煲為核心嘅典型專門店，佢嘅湯頭同埋肉質全部都體會九州食材嘅風味，亦係被視為福岡名物之一嘅代表。佢喺福岡亦係一間超高人氣嘅店鋪，基本上如果你唔預約就會撲個空。今日我哋就訂咗喺博多附近嘅一間專係食雞煲嘅華味料，咁佢就都好出名，同埋網上 comment 咧都好多讚好嘅，咁啊入去試下 ，Let's go！ 原來博多附近係有2間華味料，好彩2間都有客人嘅資料，而2間店鋪之間只係需要行多2分鐘就到啦。最正確嘅，而家啱啱到咗呢一間，就係我身後面呢間華味料。當食客走入走廊裏面，就已經聞到好濃郁嘅雞煲氣味。室內用咗好簡約舒適嘅裝修為基調，設有一間獨立嘅開放式課室，
空間感十足。先睇一睇餐牌先，我哋只係訂咗2份豪華宴會套餐，都冇追加到其他食物。首先啊，就先嚟一碟開胃小菜同埋前菜，前菜有豆腐啦，同埋一啲時令小品。之後再嚟一個雜雞肉拼盤，有生火腿同埋煎雞肉。生火腿入口即溶，風味濃郁；而煎雞肉呢就外脆內嫩，香氣十足。呢一款食物呢喺餐牌度呢就見唔到，好似一個攪碎咗嘅雞肉球。好快呢就上嚟一個華味料雞肉火鍋，雞肉拼盤啦，就有雞塊啦、雞片同埋雞肝，另外仲有蔬菜拼盤。店員話喺食之前啊，就一定要先飲一杯雞湯，嚟到增強下雞肉嘅濃郁感。享受完呢個雞肉拼盤之後啊，店員就會將剩餘嘅雞湯加入白飯嚟到熬粥。客人亦可以選擇拉麵嚟到取代白飯。到最後啊，甜品梗係唔可以缺少啦。如果日後大家有機會嚟到福岡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早晨啊，大家！今日呢就係我最後一日喺福岡，咁啊就快要返香港啦。美好嘅日子就一定好快過嘅。今次呢，我喺福岡嚟咗6日，就食咗唔少好好回味嘅嘢。咁啊，當然有出名嘅博多拉麵啦。鐵板燒、燒肉，最正嘅咧就係我食嗰個燒烤魚。喺我日本咧就係未食過咁好味嘅燒烤魚嘅。咁啊，so far嚟講咧，就呢一間燒烤魚咧就係最出色嘅一間，加上仲有華味料，都好好食嘅。咁會有好食嘅，同埋會有失望嘅。咁但係都係一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，因為如果可以食唔同美食嘅嘢咧。咁就算失望，其實喺日本咧失望嘅程度咧都唔會差好遠。唔經唔覺咧，我拍 YouTube 就差唔多有2年。我記得第一次開始拍咧就係因為2年前 Covid 期間，咁你知啦，大家都會喺屋企裏面1-2個禮拜唔使返工，直至你冇咗 Covid 為止嘅。呢段時間咧啱啱好彩，咁我就嗰個併發症就唔嚴重嘅，係冇問題嘅，但係永遠維持嗰2條線，所以就返唔到工。咁我就開始去慢慢學下睇下點樣拍片啊。咁啊，留住每一次去旅行嘅時光。另外亦係因為我返工嘅關係啦，咁我所拍嘅片就唔多嘅。咁就希望繼續每一次拍一次，每一次拍一次，努力咁學習。如果今次係鍾意呢段片嗰啲朋友，希望你可以讚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希望日後可以多多支持。咁我會繼續努力。盡量拍好我每一次去旅行嘅片集。非常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以下落嚟嗰2間店鋪，之前係冇納入介紹嘅編排，因為以為係一啲普通嘅店鋪，但係食完之後呢，就發覺佢嘅味道非常好。所以喺呢度都繼續分享俾大家，因為冇準備啊，所以拍攝嘅視頻就唔多。請容許我喺呢度可以好簡單用音樂嘅介紹，請大家亦唔好錯過啊！